2023渔光岛艺术节以定会地海之岛为切定主题，邀请艺术家李玉生亲自打造渔光岛的在地信仰文化了后，现地创作出昆岛神舟，设置伫咧渔光岛的天公坛展出。这也是艺术节举办以来第一件结合在地信仰主题的创作。渔光岛以前的古名叫三鲲参，然后鲲参其实是鲲是传说中的一种大鱼，然后参其实就是沙洲浮起的一个凸起的轮廓，然后它有一个我觉得是忘形生意的一个联想啊。其实鲲参我们放大一点是渔光岛，我们再放大一点，其实鲲参之岛讲的就是台湾。然后这个作品其实就是承载了渔光岛的历史，是因为渔光岛我们这小小的这个岛上其实就有10几间公坛，然后这10几间公坛其实过往都是家庙供久了之后，然后互相交配，然后就是茁壮，人茁壮，生命也茁壮之后，香火绵延到现在，然后就变成就是大家的公众的公庙。然后我觉得这跟台湾的先民以及我们的台湾人民在这块岛上的奋斗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缩影啊。所以这个作品其实它一个简单意涵就是先民跟我们的众神就是乘着鲲岛神舟，然后来到就是我们的台湾鲲岛之后落地生根。这次我们特别邀请艺术家吕医生制作一艘鲲岛神舟，用一种艺术家不一样的视野来看待游境这一件事情啊。那今天特别规划了一个小绕境，我们希望从这里天公坛出发，然后走过游天宫，然后一路到庆鹅潭，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绕境，也让大家理解渔光岛这个宗教信仰的脉络，也让大家看看，其实用不同的艺术家当代的艺术手法来诠释基本的传统的一个信仰。鲲岛神舟鲲星王船坐进渔光岛，伫声音的部分是由电声音乐团体三星献艺以2002年专辑《八仙》作为演出曲目，订立其后众神，包含由廖晴装扮的鲲星女神，以及屏中电气形象团的陈立干甲孙凤丽将军，以台湾海洋文化甲海洋生活演化而成的特殊镜头来实现渔光岛活动，也成为这届艺术节亮点之一。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